来看台中大理的仁爱病院结社王的妇产科医师，在2019年接生一个阿婴仔不幸死亡，家属是认为有医疗的疏失，提出告诉，怀疑一审是判刑事的部分无起诉，民事的部分医师佮病院就要赔偿1404万，嘛引起未少的讨论。家属讲，伊嘛真委屈，病院嘛已经提出上诉。阿婴仔头壳出现圆圆的伤痕，除了整起来还阁凝血。虽然紧急转病院，有关是救无回来。老爸摕到囡仔的相片，又阁唔甘又阁无奈。2019年6月，林先生陪伊的太太去到台中大理仁爱病院生产，不过囡仔一个出世就被喘气。家属这支病院伫咧捡囡仔的过程当中有疏失。一次吸不出来，还换了第二个，然后又换了第三个。他也当下也没有决定，也没有正确的去判断决定说是否剖腹生产，然后导致于小孩子待在里面太久。家属不满囡仔一个出世就规身躯全伤痕，控诉病院不当使用真空的吸引，透过司法要来讨公道。法院一审判姓王的妇产科医师刑事不起诉处分，不过民事是认为有医疗过失，需要赔1404万。家属请的律师表示，这是因为家长的被抚养权受到损害。小孩子本来就会有在法律上面本来就有抚养父母亲的义务，那父母亲呢就有受小孩子抚养的权利。那在正常的情况下呢，这个部分是可以去期待的。你们凭什么一一相护？难道一条生命就这样子结束吗？家属表示，一审判决出来了后，家属阁受到医界的攻击，感觉真委屈。民众是有无同款的看法。妈妈是很辛苦，但是医生也不愿意这样。但是遇到了1400万太高了啦。两边都有各自的立场，然后怎么样讨论到一个协调到两边都觉得合理。仁爱病院以文理声明表示，规个生产的过程拢是照医疗的规定来进行，而且经过鉴定并无疏失。针对民事赔偿的判决，病院表示尊重，不过已经依法提出上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